方便呐，真方便呐！车票电子化了，报销凭证也电子化了，这样咱们下车就不用进人来一下这嘎达取那个报销凭证，直接电子的下车走人就行了。哎呀哈哈，这真是太好了！这机器眼熟吧？这流程也眼熟吧？以前咱坐车要取报销凭证，那得到站之后了，完了这块咔咔一顿摁吧，取完那个纸质的报销凭证揣兜或者放包，怕丢啊。因为这玩意儿它丢了它补不了，只能取一次。这把电子化的，随便了，我真的我一身轻松，而且我也不用下车留出时间，说我可以往那拐一下子，单位也方便呢，是不是？电子化的，我们在平台上我们是查询呢，是查验呢，还是录入啊，还是确认呢，还是报销啊？随时都能整，啥事儿你都有个过渡期。如果咱们还想取纸质的报销凭证，也能啊。这个过渡期一直到2025年的9月30号都能取。过渡期电子的和纸质的只能选择一样，真好，越来越好。